西區彩虹片區越秀天悦灣咧，最有清尾貨喺度嘅。咁想執漏一啲平價嘅朋友咧，一定要嚟睇睇呢個樓盤。咁呢個戶型咧有105方，南北對流雙陽台，帶埋精裝修嘅，得房率100%。有興趣跟我鏡頭一齊去參觀一下。105方係專梯入戶嘅，贈送咗一個獨立使用嘅空間。入戶就有一排鞋櫃。戶型南北通透，生活陽台係正南面嘅。咁而家示範單位響2樓都係望返小區遠景，南北對流戶型亦都係為一啲改善群體優先考慮嘅戶型，佢嘅通風採光會更加之好。U 型嘅廚房同埋明窗嘅比較闊落。戶型4房設計嘅呢個戶型亦都係彩虹片區改善戶型當中嘅天花板啦。105方專梯入戶，只有17層高嘅小高層，仲係南北對流真4房下。咁其實睇返每個房間嘅空間感都非常之唔錯嘅，唔會話特別細。主人房係套間嘅，亦都帶咗一個全景嘅飄台。咁居住喺呢個小區呢，其實配自己小區嘅配套都非常之唔錯嘅。小區樓下就兒童遊樂區，同埋係唔同嘅主題嘅。每棟樓下都會有一啲飯會所啦，俾到業主休閒嘅空間嘅。小區綠化亦都做得非常之唔錯嘅。呢個單位我哋就參觀完啦。如果你都有興趣，可以聯繫嘉欣嘅。咁嘉欣亦都可以幫你攞到內部關係戶折扣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後台啲啲哦。